用自我犧牲嘅方式去照顧同埋贍養老人，真係值得咩？我接觸過其中一個客戶，佢話之前自己陪床嘅時候，整整3個月都冇瞓過一個覺。媽媽喺夜晚2個鐘起身一次，佢要即刻起身去扶佢，哪怕冇乜工作，得閒嘅時候都需要即刻翻屋企照顧媽媽。喺嗰段時間，佢梳頭嘅時候，大把頭髮咁樣甩落嚟，直到後邊請到護工啦，情況先至慢慢好轉。護工會喺夜晚定時會幫阿姨翻身換尿片，當阿姨有唔舒服嘅時候，佢會及時按摩舒緩。我嘅客戶而家晚上終於可以踏實咁樣瞓個好覺，之後阿姨慢慢身體好轉啦。護工其實比佢哋母女更加開心啦。喺護工心入邊，佢哋早已成為咗自己嘅家人。其實做護工嘅唔單止係幫家屬手，更加係令到家屬可以唞一啖氣。護工唔單止係一份可以賺錢嘅職業，佢更加係一份可以積福嘅善業。等護工上門照顧老人，唔單止係可以令到子女舒心，更加係令到佢哋可以放心。